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凡事完全交託先靠主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約翰福音8章32節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擺有隻細路哥，佢就摸家公公嘅床護士，佢好奇嘅問公公：請問你阿媽呀睡覺嘅時候，呀嘅床護士係放在棉被底背，還是喺棉被外出呢？哦，呀隻時候公公都唔知道兩邊樣回答。阿媽呀佢上面床睡覺嘅時候，唔趕佢將護士放在棉被底背，或者係棉被嘅外出，都覺得好唔自在。還慢呀為呀隻問題翻來翻去睡唔落覺。結果正確嘅答案係，平時根本唔受在意，順其自然，有時候在底背，有時候在外出。我哋來默想，人嘅煩惱常常係來自唔必要嘅擔憂，我哋常常唔注意嘅就失去佢本來所擁有嘅平安，讓受苦悄悄嘅就填滿我哋嘅心跳。我哋愛來學曉常常仰望主，交託嘅功課雖然好難，但係卻係很重要嘅。我哋一齊來禱告。我哋在天上嘅父，我哋渴慕你嘅話在我哋嘅裏面，渴慕你嘅真理幫助我哋，讓我哋唔被世界影響捆綁，更加唔要被唔必要嘅事纏繞擔憂，幫助我哋成為一隻真自由敬拜你嘅人，常常仰望你，凡事交託先靠你，你必定顧念我哋，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，賜俾我哋平靜安穩嘅心。我哋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